讲到有一种福音会互人得自由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一个通欢喜的日，因为咱的教会3个半月、4个月，咱无法度真自由自在，无受限制，会当心做礼拜。今仔日咱所拄到的情景，嘛会通帮助咱来了解，什么叫做无自由，什么叫做自由。当然，牧师今仔日甲恁分享的信息的内容，毋是因为这个情景，伫这个疫情的困迫的下面、限制的下面，咱有真侪无自由，咱无爱挂喙暗的自由，咱嘛无法度真自由。讲我看到人就要甲伊有真亲密的握手，所以咱的生活受到真侪限制。这较简单，因为这是外表，但是咱有真侪无自由，就是咱无有迄种无发脾气的自由。咱无迄种会当真喜乐化、无烦恼、无看虑的自由，你讲是毋是？伫咱的心内真侪时阵，有时有真侪会看虑困迫，拢毋是咱用咱的理性、用咱的心愿就会通讨放。但是主耶稣讲，我来是要互人得到讨放，我来是要互人得到自由。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的主耶稣所互咱的这个福音。咱还会记得，福音就是一个大权能，福音就是上帝所予咱的应允甲祝福，福音嘛就是咧邀请人进入伫耶稣的身边，甲耶稣亲近的时阵，咱领受一种新的生命的开展。咱用祈祷来开始，咱做伙用祈祷来求上帝将伊的话来开条，互咱听，咱当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当心自执的时，阮要献上阮的感恩，阮的懊恼。你除去最限制，互阮会当阁恢复一个教会的做礼拜。虽然阮嘛会当伫网络的中间来听讲道做礼拜，总是天父上帝。教会的礼拜毋是干那听讲道，伫网络顶端有圣经的画面的信息那点。礼拜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，就是当时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到上帝你的面前，阮手牵手，阮坐做伙，阮的心互相火热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正做耶稣基督你的一个家庭，阮会当有听，有亲睦，有交义。至圣的主，阮为着今仔日的礼拜，阮来感谢学了你的性命，你真听阮。阮伫你的面前，要恳求天父上帝，你里面有真侪人因即摆受苦，因为因伫行兄的中间无自由的权利。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互阮伫今仔日享福的时，阮嘛求你纪念侪无得到讨放的人。即种的主，愿你降临，因为你的讨放、你的平安，就是最大的福音。愿今仔日的信息归伫你的圣尊名，传到普天的。互每一个伫惊吓、受限制、困迫的人，因得到怜悯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互阮做你光明的囝儿，自由自在，亲像鹰鸟体式来飞悬。主啊，这是阮的心愿，也是阮的敬拜。愿主你不但对阮讲话，你阁加添这种自由的心，互阮自由自在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当心做礼拜。是欢喜的事，但是其实，咱应该爱体贴。今仔日伫一个国家叫做阿富汗，因为国家内底受到真侪限制，无平安。所以啊，弟姊妹，咱伫这个世间中间，其实这个时代的人所追求的，就是一个自由的生命。所以，自由对真侪人来讲，伊是一个普世的价值。对20世纪开始，妇女嘛爱自由，皮肤的色无同款的黑人嘛爱自由，有真侪劳工嘛爱自由，有真侪伫家庭中间，互人努力的人伊嘛爱自由。所以啊，你姊妹，咱人讲咱是活伫一个，咱感觉自由是一个最基本的人权的世代。
但是咱若静静想，其实自从有人类以来，人拢常常无自由，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世间是一个，毋是讲敢若限制，无应该是奴隶的这种的环境。所以上帝最起头创造人的时阵，就毋是甲人放伫受奴隶这种的角色。圣经内底咧讲起，上帝创造人的时阵，享受人有自由的意志。自由意志这个字，并无伫圣经中间真文字化。但是圣经中间咧讲起，上帝创造人的时，上帝互人有自由的意志，伊会当叫做上帝骄傲荣耀的囝儿，代表上帝自由自在活伫这个世间。所以自由意志是上帝创造这个万物中间独一尊贵的礼物，独独只有享受予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的礼拜，咱要重新来默想，上帝创造咱活伫这个世间，毋是要互咱受罪的捆绑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最应允的今仔日圣经这段话，伊嘛是有时咧讲起，伊来是要互人得到逃放。圣经将逃放甲自由放做伙，这个字一起头，自由甲逃放就是同一个字。你若有读过英语的内底有一个单字叫做自由 （liberation），liberal 这个字，你就知影伫字典的中间的翻译，自由甲逃放是一体两面，一体的双面。伊这边咧讲自由，但是搁另外一个面，就是咧讲起无受限制。无受奴隶，无受捆绑。但这个字有真水，是圣经内底所讲的，伊就是一个有价值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我无爱做迄种只有用家己自我做中心的自由，因为对20世纪开始，人类咧追求自由的时，若无圣经的帮助，所追求的自由。基本一个是那强调用家己最中心的自由，我唔知恁有同意吗？所以个人主义、自由主义愈来愈明显，连囡仔嘛咧要求讲我有人权，我有我的权利。愈来愈侪人用家己做中心，因为追求自由是好，自由本身是一个有价值，但是人若用着无健康的观念。甲道路，人真容易将自由变作压制别人的自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问咱家己讲：我真侪基督徒，我读圣经，我一生的中间，我敢有真正得到逃放、自由自在？亲像代表讲，上帝你享受我喜乐的灵、欢喜的灵。就是互我当欢喜来尊叹做你光明的囝儿，行伫上帝你的道路甲你的律例。圣经咧讲的自由是用上帝的义，用上帝的良善做脚踏石的自由，毋是随随便便，嘛毋是一种用家己最中心的自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你明白，当咱若甲上帝的自由讲阿们的时，你的生命要交做另外一个境界，上帝要让咱交做一个尊贵的人，上帝要讨帮咱，让咱的良心来得到健康。所以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问咱家己，中文这个字随心所欲，欲望有两种的写法。中文的字真有意思，因为伊是象形文字，就是有伊的形，所以欲望的欲，就是我爱的这个欲。搁下面搁放着一个心，意思就是我心所爱的物件，这就是我的欲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无论你有认真去想，无论你有用圣经的教示来约束你的心思意念也无，这个欲望拢甲你三角地带。所以耶稣甲伊的学生安尼祈祷讲：，着救阮脱离咧歹，着救阮脱离咧歹。无互这个歹来管辖我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耶稣教咱的祈祷。所以咱的心爱常常得到更新，甲我做清洁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所以自由
毋是用自我做中心，自由嘛毋是用家己的想法、家己的需要、家己的欲望做中心。但是今仔这个时代的人无拄拄同意，因为今仔这个时代的人讲，我若无犯法，你插我遐坐要创啥？那用较白话叫做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所以欲望甲自由是一个真要紧的智慧。人之所以为人，人真做一个基督徒有伊必要的生命的特质。当上帝讲充满伫咱的内底的时，咱的目睭伫咧拍开，咱就知影什么是水，什么是歹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无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原咱所明白的，毋是这个世间的自由，原咱所明白的是上帝伊对天理甲咱讲的自由。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领受这种的智慧。自由毋是20世纪的产物，自由对上帝创造天地的中间，上帝将这个自由放伫亚当甲夏娃的生命伊的想法的内底。当夏娃要食迄个苹果，当然毋是苹果，是善恶果。因为食迄个善恶果的时，上帝敢毋知吗？圣经并无讲上帝知也毋知，但是我相信上帝知。但上帝谁也无保护夏娃，这是一个真吊诡、一个真奇怪的经文的记载。上帝啊，你若听亚当夏娃，当伊要做毋对代志，你就甲伊手揪咧，毋好互伊伸手去挽你就水果。上帝创造人，这对圣经中间最伟大的礼物讲。伊互伊有自由意志，伊决定伊要做什么种的人。但是这个背后，就是咧讲起人的责任，甲人的结局。所以啊，这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定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讨讲句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洁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，互我的自由意志是一个健康的良心。人的良心若健康，伊的想法就健康；人的良心若健康，伊的想法就良善就清气。人的良心若破病，伊就开始去想遐个5、4、3个，去想遐有诶无诶，甚至伊会暂时无上帝，伊要做什么，拢甲门关起来，上帝无看。但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毋是安尼，伊内面有健康的心，所以代表讲，求你互我的灵魂静养。求你互我的灵魂静养，互我醒起来，抛开迄个捆绑的锁，抛开伫我的生命中间颠簸会做遐个习惯。有时咱无意识去反省咱的习惯，咱若静静甲想，有一寡习惯对咱来讲并毋是祝福。所以，原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就坦然。圣经讲坦然无惊吓，坦然的意思是完全拍开。互上帝来检验，互上帝来造就，互上帝来提醒，你要怎样成做上帝伊手中尊贵宝贝的查某囝囝儿？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伫祈祷的中间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透开我的锁，透开限制我、控制我迄个锁，特别是黑暗的势力。互你伫人的面前无感觉荣耀，反倒会感觉见笑的遐歹习惯。愿天父上帝甲咱透开，上帝甲恁讲，甲咱讲，你是我宝贝囝儿，我要甲你透开，你无搁再做互魔鬼撒旦甲你捆绑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享受你得胜的快乐，我要得胜的能力，我要透开你的思想。互一切捆绑你的拢得到透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问咱家己讲：我有受什么种的捆绑？人类的成长过程拄开始是无限制，但是后来受教育、受环境、受道德、受真多人甲人中间所制定的生活的方式，然后就开始受捆绑。人有政治的捆绑，人有文化的捆绑，人有宗教的捆绑，人有民俗的捆绑。无时无时间真长来甲咱清楚，一项用具体的例。
今仔一开始，牧师邀请咱为着阿富汗祈祷。阿富汗就是受到真大困迫的国家，全世界上善。迄囡仔看了有够可怜。这个国家受到一个极端的伊斯兰教，就是回教极端的解说。查某人拢袂使互看到伊身躯任何一寸的皮肤，爱砍甲条条条。今仔日伫咱台湾，咱不可思议。咱会感觉讲，什么时代也有搁有这种的文化？这个国家只有查甫人是查甫人是人，查某人甲囡仔拢无算作是人。这个国家改条代的时，上艰苦的就是人民。咱台湾人过去嘛捌有这段时间，古早真水好野人的查某囝细汉出世，都爱绑3寸金链，有无？我的阿祖，后来福音就要到台湾的中间，一个真要紧的要求就是，你的查某囝若要读教会学校，第一要紧就是伊袂使受捆绑，爱互伊的骹得着透绑，透开伊的骹，迄条布。宗教信仰毋是干那这种的文化，这种的社会风俗的捆绑。宗教信仰应该就是真理。所以了解耶稣所咧讲的信息的约翰伊讲，人子若透放恁，恁就得自由。上帝的灵伫什么所在，什么所在就得到自由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你若无自由，咱应该安尼祈祷讲：亲爱的圣神，请你入我心。亲爱的圣神，请你入我心。咱无自由，就是因为咱无得到。咱无呼求，咱无呼求，咱无期待上帝的圣神成做你的帮衬。愿天父上帝帮衬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毋是干那考虑国家的制度、法律的约束、文化风俗道德，更较要紧，你会发现伫你的内面，这个心灵的生命有希望吗？呀，这我要甲恁坦然甲恁分享。这礼拜其实我暗时拢困了无好，因为我会受到一寡责任，我会受到一寡事工，所以有时到半暝，迄个事工的交代的责任，会互我感觉毋知要安怎处理，所以暗时会醒起来，毋是惊，是一个责任，是一个毋知要怎样做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的古早信仰的前辈甲咱讲，伫咱的内心有一个人。迄个人有3个困扰，第一就是伊的情绪的困扰，第二就是伊的欲望的困扰，第三就是伊的思想的困扰。人若爱虚荣，伊就会活伫虚荣的捆绑的中间；人若骄傲，伊就产生一种互骄傲捆绑的人，伊伫真侪时阵就看无别人。所以咱的内心中间有真侪，咱需要好好去医治。好去成长，这叫做伫我内面的这个人。圣经甲伊讲良知，也是讲甲伊讲良心。其实全世界所有的文化民族，拢有讲到这个人内面有一个良善、善良、良心这个物件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静静去思考圣经，求圣神帮助牧师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恁分享的解说，会当邀请。鼓励、激励恁，恁愿意成做一个受透放的人，恁嘛愿意开恁的目睭，开恁的耳孔，静静听。你甲上帝的圣神讲，恳求你讲互我听，互我知影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。这个世间所咧讲的自由，无拄拄是真正的自由，因为这个时代真侪人追求爱情。但是，伊所用的爱情的方式、甲生活、婚姻的方式，并无真正带予伊幸福。有真侪人追求幸福，所以拼命趁钱。但是，当伊有钱了，伊并无真正感觉伊的生命无欠缺。圣经内底就是讲到这种的故事，撒该的泪。好诶，撒玛利亚人毋是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咧抢水，互耶稣啉迄个故事。有5个情妇，
有5个伊斗阵的查甫人，总是无法度满足，互伊有一个健康的婚姻。一个手中有真侪财宝富裕的杀界，但是伊的孤单，伊的无互人尊重的迄个存在的价值，伊感觉伊会见笑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不是一个古早的故事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是为着每一个求伊的名，讲主耶稣求你怜悯我。所以，耶稣的福音会通互人真侪人。耶稣福音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互人真侪人。也即请记得这句话。所以保罗讲，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做礼拜，应该拢是更新的礼拜。每一摆做礼拜，拢是一个成长的礼拜。每一摆的礼拜，拢应该是互上帝的话透开我手中的捆绑的锁链，互我真侪上帝伊手中荣耀的囝儿君尊的祭司。愿主甲咱三甲伫地。所以今仔这个礼拜真要紧，就是好好整理你的内底这个自由意志，互你的意志伫上帝的良善的中间，会通亲像鹰鸟天色飞悬，飞到海的尽头，飞到山尖，飞到上帝荣耀的宝座。所有人的自由意志是会当真尊贵，人的意志嘛会当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所谓自由，不是讲什么都可为，真正的真自由，伫圣经中间的真正自由，就是我有拒绝迄个引诱，我有拒绝迄个歹的捆绑的自由，我会当活出得胜的自由。愿天父上帝圣神栽培咱，咱每一个人拢会通真正感动着主耶稣今仔日所带来这个信息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第4章，伊是什么种的经文呢？这个经文是伫路加中间，伊的福音书中间，耶稣第一篇的讲道。所以有人讲，这篇的讲道是耶稣的上任书，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开始要实行伊的弥赛亚的使命的事。圣经讲，伊进入拿撒勒，拿撒勒是耶稣出世的所，不是出世，是伊成长的所在。所以讲，照着伊的习惯，照着往常，伊进入圣殿的内底。迄个管会堂的迄个司会就将这个圣经摕互伊，然后伊拍开圣经，就找着以赛亚书，然后伊就读。伊讲上帝的神充满我。用油抹伫我的头壳，找紧我去传福音，找紧我去传福音，心中福音。颂扬人有上帝的福音，因要听见上帝的喜年。上帝找紧我去创啥物？去讨棒，互人得到自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对上帝讲阿们的事，咱爱心甘情愿，愿意改变。捆绑咱侪年的习惯，这个世间有真侪习惯无好改，比如讲啉酒，比如讲食薰，甚至一寡人因叫做毒品吸食者，食毒品的人，搁有就是情欲。虽然有婚姻，但是有真侪人伫婚姻的并无感觉满足，所以有真侪方式，特别伫今仔这个时代。会当看网络的色情的影片，会当看网络的色情的图片，佮有甚至若咧坐捷运的时阵，手机佮会无注意，触落去，毋是无注意，是故意，因为伊心内有真侪迄个欲望，并无健康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主耶稣互咱，无互伊见笑。祝福咱真认真来面对咱所顿着的困难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咱愈认真来面对咱家己的生命的真相，咱的生命愈会通活出自由，得到讨棒。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礼拜中听圣经书会读，咱伫礼拜中听牧师解说，咱听，咱倒去了，咱又搁拍开这个圣经讲，主耶稣，我的生命需要你的同在，我的生命需要上帝欢喜的年，我的生命需要好的消息，我的生命需要做你所行的新约技术观念，就是罪人悔改，人得到逃亡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警醒祈祷。伫今仔日个礼拜得到感动，伫今仔日个礼拜我得到主你的怜悯。主啊，无伫用温黑暗的关系下者管辖我，中文翻做辖制，其实这个字叫做掌权、控制的意思。圣经讲的限制、捆绑，就是咧讲起伊对我有一种的控制的观念。伊若存在，我就无自由。所以真侪人，伊讲我有这份的自由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其实伊只是无讲，我无有迄种无这份的自由。所以咱有真侪自由，但是咱无一定是自由。这敢袂真吊诡，真奇怪。但是这常常就是人生。原来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讨讲。所有的改变是对我的心开始。所有一切的改变，拢是对人的心开始。人的灵、人的情绪、人的想法，无需用咱的信仰灵修的前辈所讲的迄个希腊文讲 logos moi。你听甲会神，你会讲牧师，你常常咧卖弄迄个圣经的迄个语言，毋是。牧师会常常讲，这个观念的意思就是，这个观念对我来讲是真有价值，因为伊帮助我知影，我的内面有三项的世界，是一个我袂当无小心去面对，因为我若无去面对我内心的这三项的物件，我就无法度成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、健康的基督徒。所以拄则咱咧讲的，我的情绪，三项的情绪，我三种的欲望，我三种的心思意念，包括骄傲。包括虚荣心，这拢是心思意念所带来的捆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得到逃亡。主啊，求你互我的灵魂静音，迄个意思就是得到逃亡。所以今仔日咱的祈祷的底片内底讲，互我真侪应照体恤陪伴，互我当得到自由，飞到极端的所在来条件摇花我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亲像代表的祈祷，感动咱嘛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良善正直的心。一个人的心若良善，伊就慢慢意识到，迄个无良善对伊来讲是一个真困扰。一个内心若清气的人，伊若拄着无清气的代志，伊就感觉遐像袂爽快。所以咱若出外去做工课，倒来衫若垃圾。咱就紧紧想要洗身躯，换一条清气的衫，然后困伫迄清气的被单的顶悬。咱若倒落去时候，咱就感觉讲每一寸的皮肤都在呼吸，都很轻松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我们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逃亡的中间脱离黑暗的关系。咱的教会每一摆都在唱耶稣听你，这条诗歌讲：带我进入光明的国度，带我进入光明的国度。迄毋是一种的习惯，迄是一种的永远的祈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真正得自由。今仔牧师第二个要甲咱分享的这个圣经的信息的主题就是：只有耶稣基督会通互咱得到自由。世间有真侪有智慧的老师，伊会当讲真侪有智慧的观念甲知识，但是独互知识会当有亏赖的人，只有一个。就是救世主，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。耶稣毋是干那讲道互咱听，耶稣毋是干那将上帝的话开帖互咱明白。耶稣佮加添伊国外的圣神伫咱的内底，互咱画出来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受讨棒的礼拜，将这句话带倒去伫咱的生活。当咱甲上帝讲阿门的时，愿主的怜悯、得胜的画面，就甲咱三角地带。主耶稣安尼讲：
主的神灵教我用油抹我，互我传福音无颂扬的人，以找我，甲受了的人讲，恁要得到头棒，恁要得到自由，互前面的人得到看见，受头棒的人，受压制的人，要来得到头棒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头棒的规律加添伫咱的内底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耶稣邀请咱，耶稣叫咱，是为着要让咱活伫一个自由、良心自由。什么叫做良心自由？良心自由就是你的内底没有那种自我的控诉。有真侪人伊无快乐，就是伊做的代志其实伊知影唔对，所以常常有心内有一个动荡，有一个自责。有时咱看过咧新闻，杀死人的人走几啊年，后来警察看到真侪努力，甲伊抓到，伊讲你终于来了，因为伊等真久，其实伊常常暗时做歹梦，所以当这个警察来甲伊抓到的时阵，伊反倒感觉安那？伊是一个责任的交代，伊是一个应该有的，迄个温满的事。无搁再成做伊梦中的噩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耶稣讲，上帝欢喜人的年，4年，天天是好，日日是好日，年年是好年。所以基督徒进入耶稣基督上帝的国度内底，上帝的喜年就是开始。所以当耶稣咧讲起以赛亚书内底咧讲起，先知宣读上帝的喜年。意思就是当一个人认主归宗，认上帝做伊的上帝，认耶稣做伊的救主。当咱认上帝做咱的救主，迄一日开始，上帝欢喜的年，伊的福音就入咱的家族的内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最后的结论讲，圣经的应允今日恁听见，伊的意思就是，恁若接受，这个应允就成就。咱若接受，这个应允就成就。所以耶稣将圣经合起来了，讲：恁已经听到啊，照安尼去生活。恁已经听到，恁若接受，这个应允就成做你的应允。愿天父上帝将今仔日的圣经圣别做咱的祈祷。咱甲上帝讲，我要行伫开阔的所在。和本的圣经头前佫加一个，我要行走在自由宽阔之地。迄只有是和本有的字，剩的其他的圣经拢无自由这两字。但是和本的圣经敢有翻译唔对？无，是因为伊甲迄个文字无的意思，甲伊写出来，迄叫做照着圣经前后文的精神。所以代表的祈祷，伊本家意思就是讲，主啊，求你互我的路，人生的路哪行哪看。主求你我人生的路是哪行哪看，互我自由来行。我在喘气的中间，拢未做唔对代志。上帝所享受互咱自由的神、正直的神，就是安尼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第一个祈祷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虽然有需要欲望。但是我无互我的欲望来管辖。我虽然有欲望，但是我的欲望要真做上帝你的话所控制的欲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超越这个时代真侪人，因咧找自由，但是却是无真正享受到自由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无搁再有这种的苦闷苦痛，代表讲苦啊！我爱做人。就亲像拄则我甲咱分享讲，虽然有妇人人的丈夫，但是伊伫婚姻的生活中间有真侪有可能有受捆绑无满足的所在。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，因为咱是血气的人，因为咱是一个有需要的人，因为咱是一个有情绪的人，因为咱是一个对欲望有回应的人。愿主的神伫今仔日进入咱的内底，常常用满足的喜乐，常常用满足的喜乐来安慰咱的生命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无搁再成做一个无能力的基督徒。自由就是这种的欲望，心所爱，但是自由需要一条正确的道路，
一生无外出。愿天父上帝都讨帮咱了后，上帝佫予咱一条道路。上帝讨帮咱了后，上帝佫予咱一种的道路。人最大的危机就是无知，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责备，哥林多教会的责备，就亲像几礼拜前牧师用犹大书20章21节，迄是初代教会的这个危机，因的错误。保罗伫哥林多第8章前书第8章第7节安尼讲：这个人的良心叛变误会。圣经讲，他们良心既然软弱，就污秽了。这个软弱，这个字本身就是叛变，有叛变的意思。一个人的生命若叛变，伊就无法度抵抗外来的这种病菌的攻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不但有信，咱佫有健康的灵踮伫咱的内底，佫有健康的思想，有清洁的思想。上帝帮助咱，这就是福音的能力。既然听见主耶稣基督福音，甲主讲：你到天国的时，求你纪念我。连迄个大贼狗，伫十字架顶悬要死的迄个，甲耶稣当顶十字架迄个歹人，伊嘛讲：当你到伫天国的时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就马上投放伊，耶稣就马上接纳伊，耶稣嘛带伊同齐到伫上帝的怜悯的施恩宝座。所以，爱弟姊妹。不是上帝不能，而是我们愿不愿意。拯救、甲讨放、甲自由，盖在咱心中，是不是愿意？甲主讲，主啊，我愿意。这就是耶稣教咱的祈祷，求你救阮脱离迄个歹。这个原文，这个歹，伊的意思毋是咧讲起魔鬼。这个歹，这个字，伫列丁文，伫圣经的起头，伊本身是一个不幸的情景，求你拯救我脱离迄个不幸的情景。这个解说就是一个真出名的牧师，叫做奥古斯丁。这个人会通讲是初代教会足要紧的有智慧的一个讲道者甲牧师。但是这个人的人生的前半段是荒唐、纵淫、一生堕落，但是上帝的神拯救伊的时，伊的生命得了逃放。后来伊才做初代教会足要紧的圣经的解说者，甲生命的领导者。所以读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祈祷书的时，伊看到伊家己的过去的受捆绑，好亲像真请样。但是伫伊的一切无正当的欲望的中间，伊才发现，其实伊是一个亲像犯了麻风病的泰国人同款。主帮助咱，互咱离开一切邪恶的力量。这个力量代表什么？这个力量代表伫咱内底真多遐歹的想法、遐情绪、遐扭曲的欲望。愿主耶稣帮助咱。伫今仔这个礼拜中间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，我将我所有的心神内面的这个。无论是我的理性、感性、我的情绪，拢交伫你的手中。主，你帮助我，互我伫你的福音的中间得到逃放，得到医治，得到自由。主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真正得到自由。因为主耶稣召咱做伊的学生，最重要就是要互咱荣耀上帝的名，嘛要互咱常时得到丰盛的活命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无论什么种的情景，无论什么种的境遇，咱拢重视最上帝重视的行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讲的听的，拢白白得到上帝的造就。咱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这就是今仔日的回应的祈祷。伫咱的礼拜中间，咱将咱的软弱，将咱不为人知、毋敢互人知影迄个习惯。咱认真面对伊，你将这个你家己无法度处理的习惯，你归落来，你恭敬，你将这个习惯交主耶稣，你甲主耶稣讲，将这个歹，甲你当定伫十字架顶悬，主耶稣投放我，也这个祈祷真重要。
这就是咱重生的开始。愿伫要上帝帮助咱，伫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内底，咱的灵魂得到精英，咱的灵魂得到醒起来。咱重新知影讲，我来到这个世间，原来我来到这个世间，不是一无所成。我来这个世间，原来最重要的一个存在使命，就是荣耀创造我的天父上帝。互世间人知影讲，这个遮尔歹的人，遮尔软弱的人，遮尔无路用的人，上帝嘛听伊。主帮助咱，因为对今仔日开始，自由就是咱的记号，自由就是咱的记号。人伫咱的生命中间看到耶稣的作为，咱就看到救恩的记号，咱就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活出上帝同在的良善。主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。主你若肯，我就要得到讨棒；主你若肯，你就要互我因为福音来得胜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你的囝儿查某囝自集伫你的圣殿内，无比这项调见你的面更较重要的事。当阮调见你的时，阮坦然将阮家己本身无隐瞒带到主你的面前。当阮拍开阮的目睭，仰望你的时，主啊，求你怜悯阮伫地上中间所拄着的困迫，互阮无搁再做奴隶受限制，伫黑暗的关系中间脱开。愿你怜悯帮助，特别互阮的细囝，伫主你的保护亚坎的内面，因一生正做一个尊贵的自由的人，无任何政治文化风俗。侪人的价值观念错误的扭曲，来影响捆绑因。所以，互阮的囡仔一生为你来活，阮本身嘛要安尼来做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